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7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45608例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二增加1000例，有28人死亡，拢是超过50岁以上的案例。另外，10月13特别开放入境检疫0+7，唔免个隔离。指挥中心嘛暗算讲，以后人员回国，若是快筛是阴性，嘛是当照常去病院上班。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45608例，那境外一路有242例，那死亡个案有28例哈。那我们今天的本土个案的数目跟上周二相比是多了1001左右哈，上升了2.5%。今天新增28例的死亡个案哦，那今天的个案的年龄都是偏高一点哦，90多岁到50多岁。我们今天没有儿童、青少年或者是比较年轻的成人的死亡或者是重症的个案。事实上，在前年109年的7月1号，卫福部就已经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发函取消这个医护人员出国的禁令，一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重新再启动。只是说很多医护人员不敢出国，是因为医院有人力的考量。第二个就是说回来需要接受居家检疫的这个规定，就不能回去上班我们事实上已经有在规划研拟，就是说回国之后的这个自主防疫的7天当中只要是快筛阴性，就可以跟其他民众一样回去上班。那这个上班的场所当然就包括在医疗院所这个部分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那也要求政府应该爱为无做好防疫来回实的。苏贞昌是讲，有民众因为染病失去性命，伊非常的危险、艰苦嘛真甘，政府会来检讨看安怎会当做甲如何。院长嘛答应讲会要求指挥中心疫苗受害救济的审查速度爱较紧的。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是表示讲，已经有加开审议小组了，目前是有6000多件申请哦，伫2档内底应该会当审完。立法院开议，总调陈明忠抢头来质询，追问蔡政府因防疫不力，疫苗受到主动救济，疫苗采购者的问题。行政院长苏贞昌定性讲，政府绝对袂去主动疫苗来替这个已经过身感染着的人来表示遗憾，讲会谦卑来检讨。还是免不了有民众失去生命，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难过和不舍。我们束缚以对谦卑检讨，看能不能再做到最好。那为陈明忠批评疫苗注射受害者这个审查的过程伤过头慢，若是照规定照这么速度，就要10年的时间，甲审查会煞。苏贞昌有因讲，会指示指挥中心较紧来审查。卫福部长谢瑞元嘛表示讲，打算要加开审议小组，目前申请的6000多件，会当伫2年来审查好势。并没有说政府要刻意刁难，希望这个审查机制程序都能加快，而且能尽快给它完成，绝对不应该拖到什么10年这样。面对拿赢因来质疑蔡政府主动疫苗。立委罗志正伊举例讲，无人会去动救护车来说明讲政府无可能会去主动疫苗。苏贞昌和施瑞元因的讲法拢是同款。部长，当有人说卫福部里面或指挥中心里面有人在挡疫苗，让台湾拿不到疫苗，甚至因为这样很多人牺牲死亡，部长有什么看法？我是认为这已经接近做梦了。怎样做梦？因为这个现实上面不太可能存在这种人。刷顶礼拜5对墙的议事，国民党团伫27嘛无搁再主动。苏贞昌因真顺利上台来报告施政的总质询，伫个口头报告的时阵，聚焦伫个救经济、造福国人、守护台湾来发表讲话。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前国务卿庞贝埃受到邀请来台湾，今仔早起伫高雄参加全球台商经贸论坛。副总统赖清德致辞的时阵，感谢庞贝奥伫过去对强化美国对台湾安全承诺的拍拼，嘛一直以行动来支持台湾。庞贝奥嘛强调讲，台湾无需要宣布独立，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哦。伊嘛讲，相信去过中国甲台湾的美国人，绝对袂认为这2个所在是同一个国家。
日本店搁一抓路，就看到民众在欢迎啊。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受邀请来台湾参加全球大商经贸论坛，这是蓬佩奥今年第2届来台湾，来讲疫情了后的经贸局势。副总统赖清德也到场致辞，本地外口警员甲维安的距离又好看，立场的安检也是真认真。中国企图改变以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也用经济作为地缘政治的手段。也让民主阵营惊觉，整个全球需要一条新的、安全的、值得信赖的产业链。疫情加上中美贸易竞争，到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争，拢冲击全球的经济活动。台湾也受到影响。赖清德致辞时感谢蓬佩奥一直以行动支持台湾，包含进前推动美国卖台湾军事武器，强化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那蓬佩奥是批评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结构真暧昧，佮家地被贸易盟友台湾排除在外。When I look at the framework, I frankly don't see a lot of economic potential. I se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foolishly sidelining its 8th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Taiwan, and they're doing so for political reasons. This was mad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Taiwan made perfectly clear that it wants to be involved. 蓬佩奥强调，台美关系一直真歹，美国袂武唔着中国甲台湾，因为台湾是坚定的盟友，也若中国是压迫性的对手。伊也对区域之间密切的经贸合作真有信心。佮有台湾的自由和有创意的少年人，拢会使互台湾变甲愈繁华，加做世界的典范。那原底要和高雄市长陈其迈食早顿，因为班机延前来取消。蓬佩奥也进行10分钟的会谈，双方就针对台海佮东亚的和平稳定来交换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因为美国总统拜登的发言，互外界质疑讲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敢有改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今仔日记者会又搁强调讲，一中政策无改变，嘛罕见表示讲，美国未对台湾的主权有啥立场。学者分析讲，这是要强调讲美国的一中政策甲中国一中原则无共款。另外，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见面，双方嘛拢搁再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美国总统拜登的保台论小说咧发假，白宫的官员有真侪遍来背回对台湾的政策是未改变。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伫26，向媒体问到讲一中的政策，抑个台湾是毋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时阵，真罕见来回应台湾主权的问题。One China policy has not changed. We don't take a position on sovereignty, but the policy that has been at the crux of our approach to Taiwan since 1979. 美国未对台湾的主权采取立场，这是遮久以来的政策，不过真罕的咧公开说明。不二个，普莱斯伫5月5捌伫推特来强调讲，无认同中国的一中原则。学者这边再度来公开说明，是想要清楚来表达出一中的政策甲一中的原则，这是无相共的。过去的一个处理的方法就是我心知肚明，我的想法也很清楚，我立场很清楚。那我不用直接挑明说我的一中政策跟你一中原则不同。那现在他是很明显提出。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26迄天去到日本来参加安倍的国葬，先甲首相岸田文雄来会面。白宫发表声明表示讲，双方讨论中国最近伫台湾海峡的侵略性，还有无负责的呛度，并且重新来维护台海和平还有稳定的重要性。The alliance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a cornerstone of what we believe is integral to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岸田嘛表示讲，前首相安倍规心要来投入加强日美的同盟，伊嘛有责任来继承安倍的位置，要来和美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伫中国的野心受到国际关心的时阵，岸田嘛小说来策动加强国防。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众党的新竹市长参选人高虹安，今仔到台北地检署控告囝周刊家当诽谤，意图互人无当选。民进党的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民是认为，高虹安应该爱讲互清楚哦，唔通颠倒红告诬告。今天资策会到底是承受了多大的压力？要把我的个资在未经个人的允许跟同意之下，我完全没有收到任何书面通知，要这样子去泄露。那如果说今天是因为
你们要去做什么样的问政，那也不应该是单独只泄露给《镜周刊》一家特定媒体做特定目的的攻击。提高不要被，因为会不会会不会被反告诬告了？他自己应该很冷静想，不是告了就没事的，凡是走过必留下痕迹的，他自己应该去面对的。亚洲刊新闻指出，讲报道是有经过查证，会反告高虹安诬告。外界面嘛指控高虹安伫主测会上班的时阵，定定出国，也毋过薪水奖金拢照领，公私不分哦。嘛讲高虹安说明清楚，高虹安是批评讲民进党对竞选的对手手段无所不用，嘛呛讲台湾已经当宣布讲进入历史恐怖元年咯。再来看前中华民国小姐张淑娟哦，昨起地检署个资深媒体人周玉蔻，国民党的市员王宏美等人嘛向民视甲 NCC 检举，认为讲周玉蔻的节目违反新闻自律。NCC 的主委陈耀雄是表示讲，因会进行调查。你蹭人家周玉蔻，你要脸吗你？蹭什么周玉蔻啊？不要脸！今天是你过来的。今天他提告，我找赵淑娟，你过来干嘛？北检头前会有20章，资深媒体人周玉蔻前几日向假日军校监建校台张淑娟会室内，煞伫现场甲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伟玩甲真厉害。即晚两人战场也见深到电视节目，王宏伟一日已经向民视甲 NCC 申诉，周玉蔻节目严重违反新闻自律。民视的谈话性的政论节目违反什么呢？违反对直播新闻违反事实查证原则，致损害公共利益。我的主旨就是，你民视的主持人公开去指涉张淑娟女士跟蒋孝游先生滚床单。觉得这是媒体杀人吗？你觉得中会有落实查证的责任吗？所以 NCC 现在是在装睡吗？台北市议员徐卡新也向 NCC 检举，讲周玉蔻目前节目已经正做陈市长的宣传大队。主委陈耀雄低调不愿意加讲，敢若表示会调查了后，就赶紧加入议场。民进党立委也有反弹声音。NCC 基本上是失职的哈，所以未来对于整个这个媒体频道的这个监督和监理哈。那么还是必须要有个政府哈拿出这个担当哈，那 NCC 必须是做事的，而是不是自己就变成一个大内宣的这个工具。那被定也拢咧批评风波是愈加愈大 ，NCC 表示会依照定数处理，先由广播电视节目广告咨询会审议了后，佮提交 NCC 委员会审议，目前无法度有个审议结果，什么时阵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媒体人周玉蔻的言论嘛影响到台北市长的选战。民进党的陈市长是讲，伊相信选民是理智的，会看候选人甲伊的政策。蒋万安是呼吁陈市长唔通佮甲周玉蔻来徛同边。黄珊珊是公开声援张淑娟，讲人民会偏向用媒体欺负百姓的人，这比无在害民愈夭寿。拜托。握手拜票牵走基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透早到成功市场扫街，根据中共甲各路派合作的民调，台北市三卡都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17.76%伫头前，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是10.90%，超车陈时中19.72%，各界也联想是最近媒体人周玉蔻争取冲击选情。当然，我想在短时间的效应是有。好，那不过我的选民是理智的，能够回归看候选人的本身跟的政策，那自然就会翻转。蒋万安透早甲目沙市场扫街广告拿赢票仓，针对周玉蔻讲，前中国小姐张淑娟牵涉蒋汉监的建校台，蒋万安批评陈市长竞选团队吴思瑶、范云、关碧玲、林楚茵等4名女权导师，平常时举着女权旗啊，说对周玉蔻霸凌无辜的女性拢无讲话。陈时中，你跟周玉蔻的好交情，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还是要就事论事，不要再当周玉蔻的帮凶。如果我们要推动数位中介法的执政党，那现在你怎么样面对这样的结果？所以不用再切割了。这个显然它已经不只是自走炮而已了，养侧翼养到叫做已经没有标准了，几乎是没有上限。
那被斗阵牵涉周国考的行为，周万安表示，霸凌式的会室里不是会室里。黄山产业公开相关丁书官认为，周国考用媒体攻击打压百姓是天怒人怨，比无在海边更加严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选会按算讲年底选举哦，确诊者若属伫7天的隔离期是袂当进入投票所投票。今仔早起，时代力量党团就开记者会，呼吁讲，既然台湾决定要行甲病毒共存的这条路，中选会防疫措施应该嘛爱调整，应该爱提出新的配套。到合意选举，伫咧11月26就要举行投票。今日中选会已经把投票防疫指引送到指挥中心，相关的规范甲去年公投同款。确诊者要是可能无法度去投票，不过连假期实施了后，别阁有人因为居家检疫无法度去投票。早起时代力量党团就召开记者会，因认为讲，既然台湾选择甲病毒共存，中选会甲指挥中心都应该有相关的配套。那宪法保障的参政权啊，我想除了参选公职之外，就最重要的就是投票的权利。但是现在政府却以防疫之名来剥夺国民的投票权。传染病防治法它不应该是天条，指挥中心和中选会更不应该要无故来逾越法律的规范、宪法的规范。更不用说这样子的规范其实就是在挑战人性，也可能因此设法去钻漏洞。王婉如认为讲，以防疫做理由来限制投票权，毋但无法院的依据，甚至有违宪的疑虑。建议会当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亲像是延长投票的时间，或者是隔离投票等等的方式来处理。若无强加造成为着投票，就算是确诊嘛无愿意通报隔离的情形，造成暗坎疫情的可能性。另外，喙暗的禁令当时才会当解除，投票敢会当免挂喙暗，嘛引起各界关注。我是对民众建议，就是说，在流感季节之内，最好还是戴口罩。这里面有许多细节，这个是属于强制性的这个部分的话，我想还是由指挥中心这一个对外的宣布。试水员表示，指挥中心嘛一直伫咧收集各国对喙暗的限制，到底伫什么时阵爱挂喙暗，禁令安怎解除，相关的细节也是爱由指挥中心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网络册店博客来，互刑事局列做今年第2季上高风险的卖场。对3月份到达，已经有超过3000个会员捌接到诈骗的电话哦。虽然业者强调讲，因的资讯安全无问题，也毋过警方怀疑讲，公司的内部可能有人偷挖客户的资料。业者嘛表示讲，为了保障客户的个资，已经提悬治安的防范，嘛会来配合检警的调查。拍开博客来官方网站，先跳出轰炸提醒。即卖民众愈来愈定伫网络顶悬买物件，博客来也正做诈骗模向的对象。身为博客来会员的曾先生，就是其中的受害者。这个月初，互人骗走3.6万块。我以前买过的东西都是吻合的，甚至我在哪边领书，他都知道。博客来，我就是信任你。所以我愿意在你那边订东西。所以我没办法接受他这样处理的方式。为什么个资诈骗集团拢知影呢？曾先生找无答案。啊，毋过博客来互警方列为今年第2季高风险卖场第1名，受理相关报案。3月到即马超过3000名会员，财务损失超过1亿，也互环境要求电商业者为内部治安找问题。啊，毋过对防止回应，经过检测了后，治安无漏洞。我觉得业者可能态度没那么积极之外，其实找不到问题，这也是非常令人觉得怀疑的啦。那我们也不排除会不会有一些共谋的成分在里面，会有一些人为恶意的行为。会员互人诈骗数量无减少，反倒在增加，到底个资为倒位来呢？警方这期电商厂内鬼有人伫咧卖个资，业者也表明无排除有这可能。啊，毋过博客来声明已经完成相关治安升级，也甲检警单位合作配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有教师团体接到检举，讲中华大业大学退休英语讲座教授黄德祥，竟然开中小学校长培训班哦，一人收3万6，请来上课的老师有真侪拢是官员，对未来校长的遴选哦，可能会有影响力。教师团体是呼吁教育部应该爱成立调查小组，要求相关的人哦，都爱提出校长遴选的计划。同德高中所开设的课程，竟然高过
我们师培大学还有我们国家院所开的一个课程，收费36000。讲到车头前面，专教总理事长欧俊良特别强调，台业大学退休英语讲座教授黄德祥以个人的名义，伫南投东德高中开设校长培训班，费用唔拿收过悬，而且培训班所请的讲师互相拢有熟悉，怀疑解决利益回避的问题。考试跟遴选需要这些人，考完之后呢，学校办一些计划，学校做访视、评鉴，甚至接一些计划，也是这一群人去。同样高度的一个重叠。受指控的黄德祥教授接受电话访问，认为这款的指控伤过严重，会当开设校长培训班是好代志。是严重的啦，没什么是美事一桩，应该值得表扬才对啊！把教育的种子把它扩散啊，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善缘啊。如果今天真的是因为所谓的公益奉献，其实说真的，大家就可以做义工的心态，不要收费去嘛。开设校长培训班，真侪学校拢有咧做。专教总呼吁教育部爱调查培训班的学费甲师资，若准有牵涉利益关系，应该要求相关的人退出校长遴选的计划。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来看陆军2696伫7个月来都有2个军官自杀，监察院调查发现讲，拢甲军中不适当的管教有关系。今仔嘛对国防部的陆军司令部提出纠正。陆军2696伫108到109年伫第7个月内，就传出谢姓士官自焚甲黄信中尉吊刀的自杀事件。监察院介入调查发现，军方惯使用美等等的不当管教是主因，通过纠正国防部陆军司令部。如果你这样当众辱骂，在群组中也骂，在这个团体中也这样骂的话，那这个人的尊严当然被你做了重大的一个伤害，照他走上自残的路哈。监察委员批评国防部要把零自伤列作重大施政目标，但是根据民间团体的调查，最近高档军中就有80个官兵自杀死亡，辅导的机制嘛有真大的问题。5年来有80位的军士官在军中自杀身亡。那救回来的就有200多位，那黑数还不算，所以可见得说这种事件是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发生，那让我们感到很惊恐。面对监察院的纠正，国防部回应讲会做检讨，嘛已经对相关人员做出处分，嘛讲会加强心理辅导的能力，确保部队的战力甲官兵的心理健康。记者陈文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咱过来10月13开始，特别实施0+7入境唔免隔离哦。有些真侪民众拢会开始订机票，准备要出国咯。要去日本的人上济，传统航空公司东京来回机票哦，即马大约是爱2万块，比疫情之前起码1倍。10月13开始，台湾入境免检疫出国旅行，等下台湾也无需要隔离，不少人拢咧规划出国旅行。旅行业者也统计，目前已经付定金的订单也是日本上济，占比差不多5成。当听说澳洲也得要2成，东南亚、甲土耳其、甲南韩也拢有人预定。台湾人较爱去的旅游所在，甲疫情进前差不多济。不过疫情了后，出国旅游的成本是增加真济。详细旅行社就分析，亲像俗个航空东京线来回票价，疫情进前差不多是6000块左右，即马超过1万。传统航空是爱2万，差不多是疫情进前的1倍。整体上，像是日本的机票的话，至少都有2到3成以上，甚至3到4成的涨幅。那对我们建议消费者的部分的话，还是建议就是越早订越能够享受优惠，最好是在出发前的45天。那因为优惠舱等它有限。业者表示，特别进照休寒大季进前，到时阵票价有可能会阁提悬。即马台湾入境免检疫，防疫旅馆的业者也准备要退场。交通部表示，目前国内也阁有382间的防疫旅馆，而且观光局演绎一个补贴方案，让业者度过这段时间。晚一点退场，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空窗期。那我现在也请观光局在研拟一个补贴的方案希望能多少给他们一些补贴，
让他们在这个空窗期的时候能够度过。对进前有业者反映未付转型，也惊开放一般的旅宿了后，人力无法度马上补足。交通部表示，会会同劳动部进行人力媒合，协助业者准备转型，迎接观光旅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的西螺果菜市场是全台湾上大的产地批发市场，也毋过已经真老久了，无安全的记录。农委会补助7000万要来翻新哦，未来嘛来补助冷链的设备来升级，来提升菜市果子的品质。果菜市场的工作人员当日问整理这菜市果子，全国买卖量上济批发产地西螺果菜市场，对1997年启用以来，真侪设备拢已经真老旧。有单就讲，有时阵会碰到相同失电的问题，那伫热天也是暗时咧工作，难免会较不便。设一个区域电，如果用收这微的跳过，可能电风扇一下子开锅子什么，或是有人冰箱什么，就会那个跳电。那种点钞机就没办法使用，之前有用点钞机，然后是因为它电压的问题，所以没办法用，没办法使用。嘛有部分的打工，若想要伫市场内底用细只冷冻库冰菜色，就该改接2+2的配电。为了整合西螺果菜市场，加做农产智慧冷链物流专区，农会打按算先补助7000万来改善基础设备。220他们好像没有提供嘛。所以你家己，我家己接的。是照明设备、机电设备，这牵扯到安全的部分，农委会会全力的针对整个7000多万的工程里面，我们会来全力的尽量的协助，让此工程赶快进行。农会表示，西螺果菜市场的整建按算以基础高压变电站、分电表甲电火设备先处理，再搁加强菜市品质的管控，引进冷链设备保鲜，搁来改善停车管理加上供线等等，总经费大约6亿4000多万。亦搁加果菜市场讨论，希望赶紧伫明年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孟加拉北部有一台载大约100人的渡船冰船哦，目前知影至少造成50人死亡，阁有未少人失踪。警方指出讲，这只船是严重超载，加载3倍人。另外，伫南韩的大田市哦，有一间现代集团开的outlet昨早起火烧，outlet是还未开门，也毋过嘛是造成7个人不幸死亡。乌烟一直为地下室冒出来。南韩中部的大田市一间现代集团的outlet，自老早起7点外传出大火。大田消防队接到报案，派出40多台消防车，120多人去现场抢救。虽然火灾发生的时阵，并不是商场营业时间，不过医院附近侪员工受困，经消撤离100多人，不过也是造成7人死亡，1人重伤。여러분들께 깊은 애도와 사죄 말씀 올립니다. 现代百货集团董事长亲身去现场，90度鞠躬向罹难者家属回失礼。大田消防队指出，还未确定导火原因，不过无排除是地下停车场充电电动车爆炸引起的。救援人员继续在河中找找失踪者。孟加拉北部的格罗多亚河发生渡轮冰船的意外。一只起奇妙渡轮，25下晡伫个中途冰船造成至少50人死亡，不过医院附近1人失踪，搜救行动一直在进行当中。আমি নদী পার হয়ে যাইতেছি, নৌকার মধ্যে মানে প্রায় 200 জন লোক ছিল, পার হয়ে যাওয়া ধরতে মাঝখানে নৌকার বেশি ভারীর কারণে স্রোত ছিল বেশি, ঢেউ ছিল বেশি, এই জন্য নৌকাটা পাল্টি খেয়ে ডুবে যায়। ডুবে যাওয়ার পরে আমি কোনো রকম আর কি জীবন বাঁচার পার হয়ে আসছি।根据初步调查报告显示，渡轮严重超载约3倍，这是孟加拉自2015年以来上严重的船难。因为孟加拉国内河流真济，船运是主要交通方式之一，不过船只拢真旧，而且拢无修理，加上超载、歹天气这因素，每年有40人在船难事故当中死亡。公视新闻陈伟仁编译。中国各地头拢有真侪有问题建案，因为政府掠炒房，所以有一寡建商无资金通转手哦，厝起到一半就起袂落去咯。买厝的民众是真冤枉哦，因为因的贷款嘛是还阁继续付予银行，甚至有一寡民众规气就住入去，只起到一半的大楼。
细市富林人挂着大包小包的物件，黑暗中爬楼梯上楼。这栋位于广西桂林，外表看起来真有气势的34楼建筑，是真真正正烂尾楼，内底无水无电无家私，厝内空空无物件。这间两房大约21平的厝是55岁住伫河北的县市富林人，伫2019年初买予后生结婚用的。当初建商拍出有水环景观、空气品质真好的口号，吸引真侪人小争买这个有售建案。想要到2020年中就出问题，建商的母公司互法院指控违法募集资金3.4亿人民币的资金互没收，有售厝被迫停工，消息传来，互人拢讲起。好像从天上一下掉地下去了，就那种感觉，感觉这个家里所有的心血都投在这房子上了。细市富林人接受到家庭的谅解，被标一个人搬伫罗尾楼，受害毋乃一人，其他大约有20户的厝主也住伫互人新厝的新厝，因客人呢伫建筑外的水道头接水，临时设置2间临时便所，过着像贫民窟同款的生活。你老百姓一辈子买套房，到现在这么不容易，都是种地的老百姓。伫中国像安尼的烂尾楼，全国各省拢有300多栋，买无有经停工的有售厝厝主家己计较房贷的风潮，互烂尾楼的问题更加严重。就是说这个问题啊，首先它会影响到一些房屋的交易啊，影响到大家对政府的一些公信力啊，对吧？也可能会使得开发商的债务问题越来越大。虽然北京当局已经推出援缴房贷加融资纾困计划出面解决问题，也不过速度慢、成效无好，加上因为疫情因素真正丰盛，影响经济活动。外界烦恼中国恐惊会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今仔台票继续落，台票换美金的汇率上加是31.88块，已经量要超过32块咯。以出口为主的机械工会是乐观看待哦，也毋过业者是认为讲，虽然外销赚美金，也毋过设备原料嘛是靠进口，台票变薄哦，生产的成本就变悬，利润嘛会变薄。明年全球的景气嘛无介好，所以对明年第一季的订单是未介乐观。台湾制造的机械设备开价爱200万，主要是生产玻璃的注射筒。客栈除了国内关卡的医疗产业，嘛有销去到日本、欧洲、美国这海外的市场。不过最近因为受到升利息的影响，台币一直咧落价。业者表示讲，这设备销去海外是用美金来计算。台币落价对因有利，不过嘛无想到要看这个台票落到伤济。的塑料以及我们一些医疗器材所用的一些材料都是进口料，所以说这个成本也是大幅上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则一喜一则一忧。明年第一季还是会衰退一点，台币的贬值已经接近32了，这个差距啊在拉近，我们希望明年第一季能够逐渐恢复拢紧。台币兑换美金的汇率。早盘依次落价，上加落2/6，一度来到31.88块。外资汇出的压力真大。台股早盘虽然有扭转去13800点，不过台币煞咧落价，台积电因对红反乌，大盘有反乌去。指数上加时阵来到13732点，落价46点。伫盘中有个扭关一丝是规个震动的局势。那国安基金在7月13号进场之后。那么曾经上涨10%以上，那现在是有点回落，在我国的这个基本面相当的良好，那这一部分我们密切来关注。受到升利息的影响，资金煞咧撤离，为着要避免股汇相杀，毋但国安基金会操盘手有来信心化话，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强调讲，台湾整体经济基础面真好，会甲这个股市甲真调调来降低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即马货库拢真欠货，台中各个项的货量已经无到1礼拜的存量咯。台中的关货中心嘛甲民间团体合作，关货就送海鲜咯，嘛讲鼓励民众做伙来关货。现场会当看到侪民众伫遮在排队，大家拢是为着要关货专工来的。有看到那个缺血的消息，会想要来捐血这样子。OK，那你大概有捐几次？目前第14次。
有民众透早就赶来排队要捐血，因为为着要鼓励捐血，台中捐血中心和民间团体合作推出若捐血就送海产的活动，都是因为咱的血库已经被打底了。因为这一阵子比较忙啊，刚好昨天有听到先生讲这个活动就过来了。根据台湾血液基金会统计，全台湾的血库拢正欠血。以9月27来讲，高雄市市的血型拢欠，库存量剩无到1礼拜。台中是 A 型、B 型甲 O 型拢欠，其中是 E 型上介欠，安全库存量只剩4.7天。台中捐血中心表示，受到疫情影响的关系，这2、3年来拢无啥民众愿意来捐血。是确诊人数增多，那我们确诊的话，他要痊愈的14天之后，他才能够再回来捐血，所以就是中间会有一段时间差这样。除了 A、B 型有在安全范围内，其他的血型都是偏低的。台中捐血中心表示，血液的安全库存量应该保持伫7天至10天，安尼才会当应付各种医疗或是长期爱输血患者的需要。捐血中心讲，除了要增加捐血站，嘛呼吁民众当地来捐血。记者综合报道。伫918大地震了后，花莲台东交界的所在有真侪厝拢受到损害。台东的地上乡复兴村有村农民就发现讲，因原本是抽地下水来引田，毋过水井水位向降低真侪哦，即马拢抽无水咯。另外伫复兴村有一片湿地嘛向打去，有真侪鱼仔拢死去。这几片看起土马是拢大皮皮，这是台东地上乡好有参考鱼的复兴烂地。伫918大地震了后，水源全向无去，敢若剩一窟内勉强也有水，鱼仔是照拢去遐味，不过水源无够，也是造成鱼仔大量死亡。强震之前哦，水很多，它都还有大概30公分以上的水，几天就没了。伫咱地附近的田，因为是农田水利署引田区域外口的田，因为无水泉，无法度有引田的水，所以复兴村这块地啊，有20多公顷左右的田，农民拢爱靠泉水，或者是靠抽地下水来引田。不过大地震了后，农民发现讲，水井的水位向降低，抽无水。附近一个有泉水的所在，水位嘛大幅度下降。不过，过去1个月，麦当丢啊就要收成，即嘛急要用水。若无这树啊，恐惊会变做拍树，造成损失。农民是头壳摸咧烧。稻子跟再出了，没有水的话没办法，我们尽量就是拼命的救而已啊。我希望是说你们能有那样的能力给我们补助，来打再用那个井啊。地上乡公所表示，因为复兴村这个所在，农民都是靠家己污水井伫引田。所以乡公所无依据，通好提供补助或者是救助。因若农田水利署无法规，通好协助提供水源，互管辖区域以外的田来使用。所以这20多公顷的农民，可能需要家己想办法来解决引田用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透早有移工啉酒骑电动奥多拜哦，互警察临检去查到，嘛互移送法办哦。3月底公布的新制度哦，即马啉酒骑车的累犯是当来公布因的名甲相片哦，所以警方嘛提醒讲，啉酒骑电动脚踏车嘛是同款的处罚。27透早3点外，桃园桃园路顶馆4个1年级的移工骑2台电动车，又来喊气骑袂稳。巡逻员警看到，马上将因抓落来。来 ，OK。0.45哦，你喝酒骑车，这样子违法的哦。骑电动车2名移工，规身拢是酒味，经过酒测拢超过标准。警方拦查2部双载电动车，经酒精测试，骑乘电动车的2名移工测试值都超标，触犯公共危险罪，原警立即依法逮捕。后边在2个移工就是互人抓落来，2个共判是4年移工，才互警察抓去。想要斗3工将电动车骑等公司保管，当员警的面要骑电动车离开，佮互员警抓落来，其中一人酒测单1.26。请吹气，对不起，您喝酒了。员警当场将4个人拢抓起来。根据3月底上路的酒后赛车新制，10年来酒后赛车或者是固执酒测2摆以上累犯，应公布名字相片。另外，电动脚踏车也是属于动力交通工具，酒后骑车同款受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伫台南哦，2轮的电动脚踏车的事故是一直增加。台南市政府表示讲，配合修法，电动车挂牌纳管的新制度，伫11月份会开始实施。现阶段会先加强处理，
7月中到今哦，嘛已经查扣38台的电动脚踏车咯。警方甲民众抓落来，详细盘查伊的身份，因为伊所骑的微型电动2轮的自行车已经超速，而警方一查车型，发现佫有加大电池以及末代改装，警方将车辆来没收。根据台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来统计，台南2020年开始，电动自行车发生799件车祸，而去年是发生1058件车祸，是有上新的趋势。为此，台南市交通大队是这处庆当来处理，7月到现在是已经处理38件。主要就是他们自己变更马达，还有电池，然后整个车重超过60公斤。我们从7月中启用这个电子磅秤。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发并没入38台的拼装车，而且伤亡的事故嘛增加。根据资料显示，今年到7月已经是发生676件，造成4个人死亡，676个人伤。有民代是质疑今年的恐惊会破千，呼吁相关部门应该有所作为。第一，他们去购买这种东西的时候，政府这边没有所谓的发放牌照给他们，也没办法去追溯他们嘛。很多喝酒的人也会去骑这种电动车啊，改装车。它的车身含电池的重量就是不能超过60公斤，所以我们依这个来举发它是拼装车并没入。对此，台南市府交通局是表示，配合修法，这种电动车挂牌那管新制在1月将会实施。现阶段警方嘛只会使加强处理，防止肇事。记者郑混淡报道。宜兰市的东门、大兴甲新民里哦，逐当这里面会做伙来办妈祖出巡的活动。里长是表示讲，已经办70档咯。一开始是因为庄头内底无庙司，也毋过有传染病团，所以就对外关区请新密来宣传哦。最近这几档哦，因为庄头的人口减少真侪，少年人嘛拢无重视，所以就愈来愈无劳力。所以嘛，呼吁少年人哦，就爱做伙来斗劳力。妈祖绕境真闹热，既然妈祖文化节都要结束不偌久，不过市区佫出现妈祖绕境的队伍，互袂少市民感觉真好奇。原来这是宜兰市东门、大兴甲新民里的里民家己出钱发起的，是讲复甲即马每年都会办的活动，已经有70年的历史。然后希望说把这个瘟疫呢，可以说跟它做一个祈求大家都平安健康。高应宫的天上圣母。然后再就是请的是那个宜安光明寺清水祖师。大兴里迎新上除了妈祖，还有东家大帝清水祖师，加关圣帝君顶。根据大兴里里民表示，里内无庙司，公布进前因为瘟疫未少人死亡，里民都自发为外关市迎神各办绕境，希望对抗瘟疫为里民祈福，甲即马正做固定的文化。不过这几年人口外移，加上少年人无重视，参加人愈来愈少。完全是，地方社区居民自发，那这个很符合我们那个，对于民俗宗教活动的一个期待。文处工作者认为，这种由地方发起的活动，充分展现宜兰各社区自我管理的精神。形成在地特色，大兴里长也呼吁更较侪少年人引导人来参加，唔通袂记哩安尼珍贵的文化活动。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中岛海边哦，商业活动是愈来愈多，所以海边的本色嘛袂少。也毋过最近哦，上喊过的是有一台旅行车，就放等伫海边啊，一放就放3个外月哦，实在是真离谱。来到花莲秀林乡的中德海边，骑落个清水断崖，佮加上空南的大海，这个是在地观光秘境。不过，这台4连胖的休旅车吊伫个海沙堡顶悬，感觉真怪奇。这个吊可是3个月。我觉得自己的东西自己要想办法去处理，不应该放在那边当成海洋垃圾。这台英国的进口车20年前嘛是100万级的，民众讲伊是上贵的海废料。不过这台车无车牌，无法度知影讲车主是啥人，清洁队只好伫附近的庄仔来查，寻找一下当地业者一下。哦，那是业者的车？对对，几乎大部分都是业者车子啦。如果说找不到的话，我们就把它给拖走。但依照法规，它可以这样长期放置吗？当然不行了。这个算废弃物。
环保局讲，这台车无污染的问题，唔免随拖走，会先调查清楚这个海沙堡的管理机关到底是县府，也是国产署，或者是救护局，安尼才有法度做进一步的动作。通常在查报废弃车辆的时候，是用占用道路的废弃车辆的查报办法。那它在沙滩上，对，所以我们就会回归到废弃物清理法，去看土地的管理机关它要怎么处理。环保局强调讲，目前这台车无算是海洋的废弃物，会搭公告要甲刷走。伫7日内，车主若是唔来处理，安尼就会请土地管理机关来甲刷走。另外，海沙堡顶悬的粪扫是愈来愈侪，甲较早迄个秘境是差真侪。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大肠镜的检查有新的发展，台大病院、国泰病院甲业者合作，成功做出一套大肠镜是 AI 侦测系统哦，嘛已经通过认证许可咯。这套新的系统是当来提升大肠镜检查的效能，准确率有9.5%。即便是这么不容易发现的哈，它事实上一下子好，就把它框起来哈。透过 AI 的协助，医师进行大肠镜检查时，把科技的病灶标示出来，会使发现人工检查真好发现的肉钱。工作的过程里头，大家就会发现说，哎呦，这个 AI 他们在抓这个病灶的地方，居然抓的比我们人还多。肠胃科医生大概做到7、8台，他可能就感觉到有一点累了。可是他如果一天做到10几台、20台，相信在他眼睛已经很疲劳的情况下，说不定有些病灶他可能就漏掉。医师做大肠镜的时候，小于5 mm 的小息肉的遗漏率是23%。台湾每年被施行的大肠镜大概是40万，这样的一个检查，它的品质不好，那会造成的后果是有多么的严重。台大病院、国泰病院甲科技业者合作，以3000多个病患、每40万张的影像资料，训练 AI 人工智慧，开发出会使搭配现有大肠镜设备的 AI 侦测系统，伫进行大肠镜检查时，提醒医师可能漏到去的病灶，准确度达到95%。单一医院的在信度、效度上面都可能在模型的开发会有问题，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开发一定要跨院。这套系统目前已经通过是药署的医材许可，目前也无确定正式上路的时间会有健保的补助。这套系统也等咧甲各病院合作进行在医区的临床计划。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来看南投民间有社区为着要推动观光，甲在地人西武术团体合作，互游客来体验传统的民俗表演哦。伊嘛鼓励在地国小来学人西、学武术，和传统在地文化卖当继续传承落去。锣鼓卡落去，配合人西动作，遮尔有气势。这是南投县民间乡的产业社区，为着要推动地方的观光发展，佮结合在地人西甲武术文化，规划特别的体验行程。打鼓的时候蛮震撼的，他在打拳的时候觉得，哇，其实有流汗的感觉啦。因为现在小孩子都窝在家里，宅在家里，不是3C就是电脑，然后想说走出户外，然后一起亲子同乐。现代真侪囡仔自细汉就走伫咧电子产品头前，就家长带囡仔出外行打，也通体验到罕得接触的人西甲拍拳头。会当传承传统武术，咱的武术继续爱传承拍拳头。人西甲拍鼓啦。不管是我们在地的小学，或者是呢，只要邻近的小学，只要他们有兴趣，我们都呢可以持续的跟这边的学校，还有就是同一堂这个我们的武术团体来做一个搭配。除了规划观光体验行程，社区的发展协会嘛有甲在地小学合作，希望会当带学生囡仔来活动身体，嘛当做伙来传承传统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为着防止地球和其他行车弄掉造成危险 ，NASA 一直拢有相关的研究哦。将 NASA 成功利用一个亲像自动贩卖机大细的飞行器启动小行车，互行车改变伊飞行的轨道。咱做伙来看卖。3, 2, 1. Oh my gosh! Oh wow!
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的团队大声欢喜咧庆祝细粒行星轨道测试的任务成功。来甲看这画面顶悬的飞行器，伊去击到小行星迪莫佛斯进前所翕的上尾的景象。细粒行星伊的表面规个拢是喙石啊，这是科学家第一遍遮尔伟大来观察这粒小行星。The DART spacecraft is going to impact an asteroid and try to change its orbit. This is the first test of planetary defense. 这项合作 DART 的双小行星轨道测试的任务，主要是要预防讲，若是万不利未来有对地球会造成威胁的小行星出现，就当用飞行器甲击落去来改变伊飞的路线。NASA 警的是这个双小行星系统内底较细粒的迪莫佛斯，伊的重量有51公斤。伫去年11月上天的飞行器，伊的重量是570公斤。科学家办配讲，这个飞行器敢若会当来顶动迪莫佛斯伊飞的路线，袂去甲规个拢击碎去。Our models suggest that it's going to change the orbit by a little bit, but even a little bit is enough to matter. So even just a small change in the orbit could mean that the asteroid is on the other side of what it's orbiting in just a few weeks. 飞行器伫个甲击到进前的2礼拜，就有先发射出一粒超细粒仔的卫星，安尼通专程来翕到伊去弄着的过程。伫个未来几工内底，团队还佫会来收到更较侪迪莫佛斯的影像。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看一年一届的木星枪，今仔早起出现了。台北市立天文馆指出讲，这届的木星枪是1963年以来木星上接近地球的一届哦。最近这几天日头落山了后，只要看天顶，目睭会当看到上光的迄粒星，就是木星哦。大家有机会就爱抬头看卖的。这是今年7、8月威逼太空吊镜翕到的影像。这是太阳系内底上界大粒的星体木星。9月27透早3点左右，全球会迎接一年一届的木星庆，也就是木星上界挖大地球的时阵。太阳、地球跟木星3个排成一条线，地球跟木星基本上会是距离比较近，然后木星就会看起来比较大、比较亮。所以通常来说，木星冲的这一天是最适合观测木星的时候。透过镜头会当清楚看到木星家己伫个东西，顶悬有真侪环蛇，也佫有真出名的大红斑。专家指出，这届木星庆是从1963年以来上界挖大地球的一届，上光的光度会当达到-2.9的等级，这是真难得会当观测的好时机。就是我们这一次是60年才一次的，比1等星还要亮的，亮2.5倍的就是0等星，那比0等星再亮2.5倍的，那就是-1等星。那相对来说呢，-2.9等就是比这些恒星还要再更亮。你想要再看到下一次这么大的木星，可能在我们的计算程式的范围内都没有办法看到比这次还要大的。虽然木星庆是发生伫咧27透早，不过专家嘛讲，最近这几天拢真适合做观测。照天气的状况，伫咧日头落山了后，抬头看空中上界光的迄粒星就是木星。因为台北市立天文台嘛伫咧10月初1暗时做直播来解说。记者综合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华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